我哋分享神嘅話語之前呢，有個低頭祈禱先。我慈愛天父，我哋知道你係萬神之神、萬主之主，除你以外再無別神，萬膝都要向你跪拜，萬口都要承認你係唯一嘅神。求你打開我哋嘅心，啟示你創造嘅奧秘，要我哋唔再受撒旦魔鬼嘅迷惑，喺創造嘅計劃當中找到我哋生命嘅真意義。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名求。我連日嚟咧都同大家討論呢個聖潔嘅問題，我用摩西五經同大家去討論，我亦講咗4卷嘅摩西五經，講到民數記。今日本來咧我應該係講申命記嘅。申命記咧其實係一卷保持聖潔一個指南嘅生活嘅指引嚟嘅。頭嗰4卷嘅聖經好似都有啲理論化啲，但係申命記係好實際嘅，就唔係神學理論嚟嘅。不過咁喎，我又發覺咧，喺我講申命記之前咧，我哋一定要知道神嘅永世嘅計劃先得。如果唔係咧，聖潔唔拜偶像呢啲咁嘅題目咧，冇乜意義嘅啫。今日我哋對呢個題目唔係好熱心嘅，因為我哋覺得呢啲都係神學院嘅課程嚟嘅啫嘛，唔係太過重視啊。今日信徒我接觸好多信徒，佢哋嘅光景係點樣嘅咧？返教會有啲宗教活動，根本咧就唔知道神創造我哋人咧有乜目的，對人有乜期望咧？我哋得救咗啦，我對神有咩責任？我喺神嘅永世計劃當中擔當乜嘢角色咧？完全唔知道。最弊一樣嘢就係我都唔想知道。最緊要乜嘢？我希望我個神做個超人，幫我消災解難，俾我好處，保守我安穩就得啦。返多啲教會多啲侍奉啦，個心態係咩咧？講得唔好聽啲啊，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心態，就咁啫嘛。聖潔呢個話題一啲興趣都冇，我就特登要講呢個問題，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對聖徒。其實嗱，如果我要明白聖潔嘅重要性咧，我必須要明白神嘅創造計劃同埋佢個救贖計劃兩者有乜分別，同埋有乜關聯嘅地方。今日我睇嘅聖經比較多，不過你唔使記晒佢嘅聖經咧，就要我嚟解釋我所講嘅嘢嘅啫。想話俾你大家聽咧，我所講嘅內容咧，全部係根據聖經而講嘅，唔係我自己作出嚟。由於嗰個觀念比較難咧，我就自己作咗啲比喻咧，同大家解釋嘅。嗱，呢度有幅圖啊，呢幅圖我自己作嘅啫。就有個人咧，大企業家嚟嘅。呢個大企業家佢好多財產，佢就生咗個仔咧，就希望個仔入大學咧，好好地讀書，學做生意，幫佢咧去繼承佢嘅企業啊！呢個佢嘅計劃。嗱，呢條藍色線咧就表示佢個計劃嚟嘅。個細路仔出世啦，讀書啦，繼續讀書。學習，然後繼承個企業。藍色線就係嗰個父親對佢個仔嘅期望。不過咁啊，呢個仔咧讀下書之後咧，俾人去引誘佢做咩？佢引誘佢吸毒啊！佢吸毒點啊？讀唔到書啦。咁我哋話記咗你呢個地方墮落咗啦。佢冇辦法再繼續佢嘅父親喺佢身上面嘅期望，佢繼續唔到。咁父親點做啊？佢幫佢戒毒，希望咧將呢個墮落咗嘅兒子咧，由呢個部分咧翻去佢原本嘅位置嗰度。咁樣佢咪可以繼續佢嘅學業啦。嗱，留意，我想大家明白一點就係嗰個小朋友咧讀下書吸毒之後，戒完毒上翻嚟咧，佢唔係就咁企喺度繼續做大笑嘅，唔係啊！佢仲要繼續讀書，行佢未行完嘅路程噶嘛。然後就係完成佢父親對佢嘅期望。我喺呢度畫咗個框框，表示咧嗱，呢個框框入邊嗰個咧就唔係佢嘅父親對佢嘅生命嘅計劃嚟嘅。父親本身佢嘅期望就係藍色嗰條線嘅啫。由於佢自己去犯罪啦，或者吸毒啦。呢個係補救嘅嗱，父親呢個計劃係個補救嚟嘅嚇，就唔係佢嘅計劃。
如果你今日乜嘢都聽唔明咧，你記住呢幅圖咧，都差唔多明白我講乜嘅。而家我將個圖轉一轉，轉做神嘅計劃啊，差唔多。個樣又係咁上下嘅，複雜咗少少，一陣間我會解釋。神造人就如嗰個細路仔出世一樣，佢對人有個期望㗎，就係藍色嗰條線啦，同正話一樣。嗰條線咧就係要人咧成為一個材料，建造教會基督的身體。一陣間我哋會解釋下咩叫做教會。其實呢個咧係佢個期望。嗱，呢個教會咧就唔係我哋今日呢個聚會嘅教會，係屬靈嘅教會，係將來嘅教會，唔係我哋而家地方教會，啲叫 local church，唔係呢個嚇。但係神造人之後咧，人本來就應該行藍色嗰條線，呢啲叫成聖嘅道路啊，分別為聖嘅道路。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知道亞當同夏娃佢犯罪引誘，就跌咗落嚟呢個部分。於是乎咧，佢就唔能夠再行藍色嗰條道路，神嘅計劃就受到去打擾。神佢做嘅方法咧，就係將佢救翻上嚟，叫做救贖。呢個就係呢個部分，呢個就係稱義嘅部分啦，為神所接納。神做人一路叫佢哋要成為基督身體，呢個部分叫做創造嘅計劃。神嘅創造咧，一陣間同你解釋多少少啦嚇。呢個叫做創造計劃。我想大家分開咧，神嘅創造同佢嘅救贖係唔一樣嘅嘢嚟。創造計劃係永世嘅計劃，而救贖咧係唔喺神嘅創造計劃之內嘅，只不過人犯罪咧，神我嚟拯救人嘅啫。就如正話嗰個情況一樣啦。嗰個爸爸個計劃就係個兒子成就佢嘅企業啊嘛。但係個兒子去吸毒，嗰個唔係父親冇預佢呢樣嘢嘅，只不過係救贖嘅啫。如果你今日唔係好聽得我明我講乜嘢咧，你係記住呢幅圖，呢幅圖一陣間會再出現嘅，我同你解釋。咁仲有一啲新嘅創造、舊嘅創造，一陣間我解釋俾你聽。先至聲明，今日我講嘅嘢係難啲嘅，不過係我只盡量用唔學術性嘅方法，用大家明白到嘅方法去講下。你知我講到一向都唔學術性嘅咧，又冇乜意思嘅，因為我哋唔係上神學學院啊嘛。好啦，我哋要明白神嘅創造，咩叫創造咧？我哋以為無中生有就叫創造，做啲嘢出嚟咪叫創造咯咁。呢個唔係聖經嘅創造啊！創造嘅意思唔係無中生有咁解，呢個唔係創造嘅意思。神嘅創造物咧就一次過嘅啫，即係做天上嘅星星啊，做世界嘅物件，呢個一次過。但係神嘅創造計劃咧就仲係進行當中，就等於嗰個父親生咗個仔，生個兒子出嚟，佢一次過生個仔嘅啫嘛。但係佢期望個仔一路去長大，嗰個係個過程嚟噶嘛，分別唔同。創造係個計劃嚟噶，創造嘅計劃未完成噶，仲係進行當中噶。神創造嘅目的係乜嘢咧？神創造嘅目的就係建立基督嘅身體，建立教會啦，或者叫做聖經叫做基督的身體啦，或者我哋叫做教會。再講一次，唔係我哋而家聚會呢間教會，係將來嘅教會，未完成嘅，我哋唔知道點樣嘅。創造教會做乜嘢？彰顯佢個榮耀第一樣，同埋最緊要係對付佢有個敵人撒旦。喺呢方面，聖經講嘅所提嘅唔多，因為呢件事情咧係發生喺神造人之前發生嘅。只有一段聖經同我哋交代嘅就喺以賽亞書第14章第12節到第16節。我唔會好詳細咁睇呢啲經文。嗰啲經文話俾我哋聽咧，當時神做嘅天使咧，佢嚟掌管呢個世界，但係佢哋墮落咗。發覺我有啲字轉咗紅色嘅咧，留意嗰啲紅色字得嘅。你竟從天墮落咧，撒旦俾神喺天上面趕咗落嚟地上邊，因為佢話我要呢樣，我要嗰樣，我要與至高者同等。
撒旦驕傲，佢同神同等，就俾神趕咗落嚟。但係然而你必墜到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神審判撒旦，趕咗佢落地，天上冇佢個位置啦。我哋唔需要詳細研究呢啲咁嘅情況，因為聖經根本就冇乜點交代。不過我哋知道神要對付嘅係呢一個佢嘅敵人，教會，呢個係佢嘅目的。睇多兩段聖經喺詩篇嘅第8篇嗰度咁寫，佢話你因敵人嘅緣故，從嬰孩和吃奶，呢個係指基督啊嘅口中咧建立你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另外都係喺詩篇嘅第8篇。你就神啊，你派他就指人管理你手所做嘅，人係俾神派嚟管理手所做嘅，使得萬物都係伏在佢嘅腳下。呢度話俾我哋聽兩個情況。神點樣對付撒旦呢？基督對付撒旦。本來撒旦係管理呢個世界，但係最將個責任俾咗人，就係呢件詩篇嘅意思。撒旦係神嘅敵人，神做人代替佢去管理，跟住神再用人做材料，藉着基督建立教會一個系統，叫教會或者叫基督的身體。喺啟示錄叫做羔羊的新婦咯，都係一樣嘢啦，嚟對付撒旦。知道啲小背景得㗎啦。以弗所書第1章22至到23節就咁講啊，又將萬物伏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他就係耶穌基督啦，教會係佢嘅身體。聖經係咁樣形容嘅，教會係基督嘅身體，是那充滿萬有所充滿的。呢個係聖經嘅形容。嗱，呢一個系統或者呢個教會咧，就係以基督做元首。人咧就好似個肢體咁樣，每一個細胞咁樣嚟嘅運作，我哋唔知道點樣㗎嚇。我哋唔知道呢間教會係點樣，呢個所謂教會係點樣，因為我哋係教會嘅一份子。嗱，舉一個例你就會好易明嘅。我哋呢個人有好多細胞組成㗎嘛，入邊嘅身體有好多細胞。如果其中一個細胞，佢可唔可以想像睇到我呢個人其實點樣樣嘅咧？唔得㗎，因為佢係我喺入邊嘅細胞嚟㗎嘛。如果我要明白我呢個人係點樣，必定喺出邊。嗱，你見到我呢個人係點樣，但係我入邊睇身體入邊嗰個細胞係永遠唔會知道我呢個人嘅外表係點樣嘅，因為佢係我嘅細胞一部分啊嘛。教會就係一樣，我哋永遠都唔會睇到嗰間教會係點樣嘅。神要嗰個屬靈教會係點樣，因為我係個教會入邊嘅一部分喺入邊，除非我出咗嚟嘅啫。而呢一個只可以係神自己啊，就人係唔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哋係唔需要想像呢個屬靈嘅教會係點樣，因為想像唔到。你知道係就得㗎。跟住我睇一個比較有趣嘅題目，就係亞當同夏娃嘅預表啦。以弗所書第1章第4節咁寫啊，就如神從創世界以前咧，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嗱，呢個我們咧就指教會啦，就每一個嘅信徒，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建立教會入邊嘅聖徒有個條件，就佢一定要被人揀選成為聖潔。仲記得聖潔點解嘛？分別同世界有分別，唔同呢個世界一齊係出咗嚟，然後成為教會嘅一份子。呢個聖經話俾我哋聽，神創造嘅計劃，建立教會對付撒旦呢個計劃，基督嘅身體嘅計劃，係創造之前已經定咗嘅旨意嚟㗎啦，係創立世界之前定嘅旨意。呢個旨意同亞當犯罪抑或唔犯罪係完全冇關係嘅，一定要記得呢一點。亞當犯罪抑或唔犯罪係唔會影響神嘅創造計劃。就如嗰個兒子吸毒抑或唔吸毒，都唔會影響父親喺佢身上面嘅期望嘅，一樣啫。亞當犯罪抑或唔犯罪，神呢個計劃都一樣會完成嘅。
亞當係預表基督，夏娃係預表教會。佢想講啲咩俾我哋聽呢？喺創世記2章20至到22節，或者都會好熟噶啦。佢係那人便給一切畜生、空中嘅飛鳥、野地嘅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因為呢個聖經有啲多餘噃。亞當當時好多禽獸、畜生、飛鳥揾唔到老婆喎，使乜你講啫？亞當梗係唔可以娶啲動物做老婆啦，講嚟即係多餘嘅。咩意思啊？聖經，然後跟住就咁寫啦。耶和華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嘅肋骨做咗一個女人，領到那人面前啦。呢一段嘅聖經講乜嘢呢？留意一點，亞當係點做嘅？亞當係用泥土做噶嘛，其他啲動物都係用泥土做嘅。夏娃唔同噶噃，夏娃係亞當個肋骨做嘅喎。亞當同夏娃係唔一樣㗎，嗰個源頭唔一樣。聖經想話俾我哋聽，亞當如果要同一個配偶結合，呢個配偶咧一定要出於佢自己嘅。亞當唔能夠同唔出於佢嘅結合，佢啲動物咧唔係出於佢嘅，係另外做嘅。亞當唔可以攞佢做配偶，唯一可以做佢配偶嘅條件就係從佢而做。嗱，呢一個咧就係聖經嘅意思。乜嘢意思？亞當係預表基督，夏娃係預表教會。佢預表就係只有出於基督、屬於基督咧，先至能夠同基督結合嘅。呢個就係佢嘅意思。亞當唔能夠同唔屬於佢嘅結合，基督亦係一樣。基督要同我哋結合成為教會咧，我哋一定要自己本身要出於基督先至得，一定要成係基督嘅一部分㗎。嗱，呢個就係佢嘅意思。或者咁跟住我又要問啦，要屬於基督嘅先至可以歸入基督成為教會。咁屬基督嘅條件係乜嘢啊？我點樣可以成為呢個可以屬基督嘅條件呢？可以俾佢用在建立教會嘅呢？羅馬書第8章9節就話俾我哋聽。佢話：如果神嘅靈住喺你心裏呢，你們就不屬肉體，乃係屬聖靈了。留意嗰啲紅色字咧，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呢個聖經話俾我哋聽，乜嘢叫做屬基督？有基督嘅靈。咩叫做有基督的靈啊？重生嗰啲人咧，因為重生嘅時候，神俾我一個靈，並且將聖靈擺喺我身邊，當做印記啊嘛。只有重生嘅人，神先至可以用嚟做材料建造基督嘅身體，建立呢個教會嘅啫。我再講一次，唔係地上嘅教會，係屬靈嘅教會。唔屬基督嘅人，神唔會用噶。至於點樣可以重生呢？我幾年前已經同你講過，我唔再重複啦。亞當犯罪嘅後果，令到神嘅計劃有咩改變呢？同埋神有咩補救方法呢？有3方面㗎。當亞當犯罪之後呢，佢就將神嘅計劃打拓咗，改變咗。因為神期望佢行嗰條藍色嘅直線，正話同你講咧，係建立教會嘅。由於佢犯罪墮落咗咧，神嘅創造計劃咧就受阻啦。呢個係對神嘅影響，對亞當自己亦有影響㗎。對亞當有咩影響呢？因為神話你如果吃咗善惡果子樹嘅果子咧，吃咗嗰日你就靈就必死啦。亞當同佢嘅後裔咧就唔能夠同基督聯合成為基督的身體，因為佢哋冇咗基督嘅靈。我同你一出世就係喺亞當入邊出世，都冇基督的靈嘅。我同你係唔能夠俾神用嚟建造基督的身體嘅。重生之前，另外
第三方面對撒旦亦有影響啊！就係撒旦本來俾神趕咗落去地下，我哋呢度亞當本來係俾神用佢嚟管理呢個地上嘅，但係撒旦喺佢手上面攞咗嗰個管理權，所以耶穌喺福音書入邊話：撒旦係呢個世界嘅王嚟㗎，唔係因為佢有咩嘢特別嘅權柄，唔係有咩特別嘅能力，因為佢從亞當手上面偷取咗佢嗰個管理權。你呢三方面嘅影響，咁神點做？神可以咁做㗎。我另外創造另一種人類或者另一種嘅受造物代替人去建立基督的身體咪得啦？就如嗰個爸爸見到個仔吸毒墮落咗啦，我生過另外一個啦，唔好理佢啦，咁都得㗎嘛。但神冇咁做，神愛人，神愛我哋，佢選擇去救贖我哋，用耶穌基督落嚟為我哋嘅罪擔當，去救贖我哋。佢有兩個選擇，佢可以做另外一種嘅人類代替我哋，佢冇咁做，佢選擇去救贖你同埋我。希望我哋可以接受佢嘅救恩，有返基督嘅靈，建立到基督嘅身體。就如呢個爸爸，佢愛佢個仔，唔係由得佢個仔沉淪生嗰個算數，佢選擇去幫佢解毒，咁解。呢個叫救恩。救恩係乜嘢呢？救恩就將墮落咗嘅人、墮落咗嘅光景提升翻去亞當未墮落之前嗰個光景。就如嗰個爸爸幫嗰個仔戒毒，翻去佢未吸毒之前嗰個光景，呢個叫做救恩。救恩唔係派天國護照死陷入天堂，你千祈唔好用呢個方法去了解救恩。呢個係其他民間宗教嘅思想嚟，呢個唔係基督教嘅教導。基督教係要我哋去得到救恩，有翻基督嘅靈，繼續去行神要我哋行嘅道路，唔係派個天國護照俾你安枕無憂。呢個唔係基督教嘅思想嚟，唔好將呢啲思想帶埋入我哋嘅信仰嗰度。我哋要決定接唔接受呢個救恩，攞唔攞翻基督嘅靈。你接受救恩，信耶穌，因信稱義啊嘛。稱義就係翻上去上邊。亞當未墮落嗰個地步嘅時候咧，聖靈就重生呢個人，俾佢一個新嘅靈，代替翻亞當死咗嘅靈嘅。當呢個人有咗基督嘅靈之後，佢咪屬基督咯，咪可以同基督聯合，成為基督身體之一咯。呢個就係整個救恩嘅意思嚟嘅啫。但救恩再分開清楚啦，同救贖同埋創造嘅計劃唔一樣啊。有關聯，但係兩樣嘢你要分開係唔同嘅。點解我一定要咁講呢？因為聖經係從創造嘅角度去寫，唔係從救贖嘅角度去寫㗎。否則我哋永遠都唔會明白。我哋只係拿住4卷福音書咧，睇下神點樣救我就算數。但係神要有個創造計劃，要我哋明白就係其他嘅書卷嘅。一個重生嘅基督徒唔係喺度坐喺度等歸天家。翻下教會有啲侍奉，洗下禮，守下聖餐咁就算數，唔係。我同你要繼續走亞當未完成嘅道路㗎。就如嗰個兒子戒咗毒之後，佢仲要繼續讀書繼承企業嘅，佢唔係坐喺度。呢個就係今日我同你得救咗之後要走嘅道路，就係咁解。救贖只係解決咗稱義嘅問題啫，罪對付咗啦，我能夠俾神接納咗啦。救贖只係解決呢個問題，但係我仲要走另一個道路，叫做成聖嘅道路，同呢個世界分別出嚟。呢個就係亞當未走完嘅道路。我哋今日要走嘅道路係亞當從未走過㗎，因為佢已經墮落咗啦嘛。我哋要預備自己分別出嚟，成為基督嘅身體，將來要同基督一齊作王，對付撒旦。呢個係啟示錄話俾我哋聽嘅，完成亞當未完成嘅使命。我哋要明白我嘅身份係乜嘢，我嘅責任係乜嘢，神對我嘅期望係乜嘢，我嘅生命先有意義嘅。如果唔係，就我哋嘅生命完全冇意義咯。我又翻嚟呢幅圖咯喎。我再講一次啦，如果你乜嘢都唔記得，你見到幅圖你係識嘅。神造人喺呢度啦，
走呢條道路啦，成聖嘅道路，期望嚟嘅。亞當犯罪落咗嚟咧，我哋輕易上翻喺度，繼續走呢條道路，建立基督嘅教會。你分開創造嘅計劃係創造教會，唔係創造啲物件，係創造基督的身體。救贖計劃喺下邊嘅，你記住呢個咧就比較容易明白一啲。嗱，我而家要解釋另外一樣嘢啦。咩叫新嘅創造？咩叫舊嘅創造啊？喺亞當入邊嘅咧，我哋稱做舊嘅創造；喺基督裏邊嘅叫做新嘅創造。耶穌基督的救恩，佢嘅十字架咧，將新嘅創造同舊嘅創造分開。咁啊，佢好亂噶噃。咁我解釋一下啦。我哋睇幾段嘅聖經。睇呢段聖經之前咧，就要明白一點。嗱，神嘅創造計劃唔包括救贖計劃。我再講一次啦，創造計劃唔包括嗰個救贖計劃嘅。救贖計劃係外添嘅，唔係一部分嚟㗎，係為咗拯救人嘅啫。就唔係因為神嘅創造計劃有咩缺點要補救，只不過係人犯罪，所以佢要拯救，因為佢愛嘅啫。如果我哋對神嘅創造計劃完全唔認識，唔知佢想做乜咧，呢個救贖計劃係完全冇意義嘅。因為我哋想咗嚟呢度做咩先得㗎？企喺度唔係啊嘛，我哋仲要行嗰個成聖嘅道路㗎嘛。所以淨係睇住嗰個救贖，我哋今日我發覺我哋今日嘅教會咧，唔係淨係你嘅教會，大部分嘅基督徒教會都係，只係針對救贖嘅啫，對神嘅創造唔係好認識，唔係好提嘅，咁樣變咗冇意義啦。咁樣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就話俾人聽乜嘢咧？做福音推銷員，就推銷福音有乜好處咯？信耶穌有乜好處咧？返到教會之後，唔知做乜嘢咯，有啲聚會就算數，冇方向啊，冇一個方向走嘅。但係我哋要明白神嘅創造計劃，先找到人生嗰個方向啊！個人生嘅方向就係繼續去走成聖嘅道路啊，去建立基督的身體。要有呢點先至得。如果唔係，我哋嗰個救恩只係從人嘅角度睇，就係上帝救我，俾我咩好處？呢個唔係正確嘅聖經嘅思想嚟。正確就係神拯救我，我喺神嘅創造計劃要擔當乜嘢角色，找翻我嘅角色，咁我嘅生命先至有意義。如果唔係，我哋喺度個禮拜度聚會根本冇意思嘅，嘥時間嘅。因為你配合唔到神嘅創造計劃，所以係冇用。等於嗰個人戒咗毒之後，仲喺度遊手好閒咁，都配合唔到個父親要佢成就企業嗰個思想嘅。繼續喺度玩嚟玩去，雖然佢唔吸毒啫，都冇用啊，都係一個廢人一樣啫嘛，就係咁嘅簡單嘅道理。好啦，我哋要明白咩叫新嘅創造同埋舊嘅創造，呢點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啊！讓我睇幾段嘅聖經嚇，《哥林多前書》第15章22節，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咧，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我想你留意咩叫做在亞當裏，咩叫做在基督裏啫嚇？咩叫在基督裏啦？咁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我若有人在基督裏咧，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或者都唔係太過陌生嘅一段聖經。咁呢個係我哋中文聖經嗰個翻譯，和合本嘅翻譯，唔係太過準確。英文嘅翻譯好好多，就唔係新造的人啊。係新的創造，new creation 啊，唔係 new man。如果你喺基督裏咧，你係屬於新嘅創造啊，咁解就唔係你係一個新嘅人。另外喺加拉太書嘅6章15節都係咁寫嘅，保羅佢話受割禮都話唔受割禮都無緊重要啊，最緊要就係作新造的人。咁呢個和合本又係做新造的人，原本亦係 new creation 新的創造。你行咩禮儀，使唔使禮啊？返唔返教會呢啲唔係最重要嘅嘢，最緊要係咪新嘅創造啫嘛咁。我點樣可以做新嘅創造啊？在基督裏咧，哥林多前書話咗俾你聽，你在基督裏嘅人咧，在亞當裏嘅人要死啊，屬於舊嘅創造。但係在基督裏咧，
就係屬於新嘅創造咁解。我同你一出世就係屬於舊嘅創造，因為我係從亞當裏出世，所以我係屬於舊嘅創造，我都要死嘅，靈性嘅死同神隔絕。耶穌基督的救恩做乜嘢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將我哋從亞當裏帶到從基督裏啫嘛。在亞當裏眾人都死，我哋要去叫基督裏，從舊嘅創造帶我哋去新嘅創造。我同你要做一個新嘅創造，屬於舊嘅創造嘅世界嘅物質呢，不能進入新嘅創造。新舊創造不能混合嘅。教會基督的身體，神要建造呢個教會係屬於新嘅創造。如果我唔重生，我唔在基督裏，冇基督嘅靈，我屬於舊嘅創造，永遠都不能進入教會，新嘅教會成為新嘅創造係唔得嘅。所以哥林多前書第15章50節佢就咁寫啦：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舊嘅創造屬於亞當嘅，必朽壞的；新嘅創造在基督裏不朽壞的，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不朽壞的係神嘅教會，唔能夠混淆嘅。基督嘅身體喺神嘅新嘅創造入邊，未完成嘅，但係佢唔屬於舊嘅創造。屬於舊嘅創造嘅東西，再講一次，不能進入新嘅創造。我同你一定要在基督裏成為新嘅創造，唔係新造的人，係新的創造。新舊創造不能混合，一樣一半得唔得啊？唔得。舊嘅創造永遠都留喺墮落嘅世界入邊，必須要係在基督裏成為新嘅創造，有重生嘅靈，咁可以進入新嘅創造，成為基督的身體。呢個神對我哋嘅期望就係咁樣啦。講多一個比喻，聖經嘅比喻，我今日冇寫到出嚟㗎。挪亞方舟嘅比喻，咁你就會好易明白新舊創造係點解㗎啦。挪亞方舟入邊有8個人啊嘛，喺一個世界，神毀滅呢個世界，呢8個人入咗個方舟入邊，進入一個新嘅世界入邊。喺舊嘅世界，墮落嘅世界，神要毀滅嘅，嗰個叫做舊嘅創造嘅預表。挪亞入咗個方舟之後出翻嚟呢，嗰個世界係新造嘅一個世界，係新嘅創造嘅預表。嗰8個人點可以由舊嘅創造進入新嘅創造呢？得一個方法，就係佢喺個方舟入邊，同呢8個人佢嘅品格如何，係好人抑或壞人，係冇關係嘅噃。只要佢喺個方舟入邊就得㗎啦。方舟係邊個呢？耶穌基督就係嗰個方舟嘅預表，在基督裏，在方舟裏，你可以由舊嘅創造，即係新嘅創造。在基督裏，我同你就係咁樣。呢個就係嗰個聖經嘅預表嚟㗎啦。我而家要做一個結論啦，因為講得都太多，我諗你都眼神啲呆滯嘅。如果你咩都聽唔明，你記得2個表啦。我都好明白嘅，我知道好難嘅啫，我自己都覺得好難，所以我都唔期望你知道好多嘢。嗱，你記得個表啦，好嘛？而家醒翻少少。創造同埋救贖嘅分別同埋關係咧，即係你記得啲就得㗎啦嚇。以上講嗰啲你唔記得算啦嚇。創造係神嘅永世嘅計劃嚟嘅，仲喺度進行當中嚇。至於救贖係個補救嘅計劃嚟嘅，唔係一個永世嘅計劃。救贖已經完成咗㗎啦，2000年前耶穌基督喺十字架釘死咗，完成咗嗰個救贖計劃，完成咗嘅。但係個創造計劃未完成，係在進行當中。創造個計劃個目的係建立基督嘅身體啊嘛，而救贖咧係為咗拯救人，兩樣係唔同，你分開呢2點。建立基督嘅身體，佢係需要對付撒旦，攞翻呢個地上嘅管理權。至於救贖嘅作用係乜嘢咧？
救贖嘅作用係將我喺舊嘅創造遷翻去新嘅創造，以致我能夠去建立基督的身體。呢個就拯救贖嗰個功能係呢個，大家亦唔一樣。創造嘅道路係成聖嘅道路，同世界有分別。至於救贖呢，係稱義有關係嘅，俾神接納咗，神基督耶穌嘅寶血幫我解決罪嘅問題，我因信稱義，呢個係解決罪嘅問題。創造唔同罪冇關係嘅，創造同罪係冇關係，救贖同罪先至有關係。成聖同罪係冇關係，成聖同創造有關係嘅，你記得咁就得。最後，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係幫助我成聖嘅，對付我嘅舊我，使到我能夠去繼續行嗰條道路，建立教會。至於耶穌基督的寶血咧，係為咗對付我嘅罪，幫我解決罪嘅問題，同神重建關係。記得咁多格啦。如果你都唔記得，你哋記得我特別嗰個字大咗啲，成聖嗰個字。你再唔記得，你記得嗰樣嘢得。成聖係同創造有關係，聖潔同創造有關係。所以下次我同你繼續講申命記嘅時候，講聖潔，點解要講聖潔？因為我要繼續行神要我行嘅道路啊！如果唔係，聖潔就冇意思嘅啦。如果你再唔明咧，記得呢個圖咧，都唔係好難記一下。記得呢個圖，創造計劃喺上邊，救贖計劃喺下邊，兩個唔可以撈亂，咁咪得咯。嗱，我今日分享嚟到呢一度啦嚇，下一次我哋繼續睇《申命記》入邊嘅信息，希望會有趣啲。我哋都係個低頭，我哋安靜祈禱。我係慈愛天父，我係知道做天地以來，你嘅永能同埋神性係明明可知。雖然我哋眼見唔到，但係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我哋無可推諉。今日你已經向我哋啟示你創造嘅奧秘，求你賜俾我哋一個信服嘅靈，走上成聖嘅道路，配合你去創造嘅計劃，唔可以辜負你對我哋嘅期望同埋你嘅救贖。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名求。